父母走咗之後，兄弟姊妹之間最好就係少來往。呢句話我講過好多次，每次講都有人喺留言度罵我，話我冷血無情，話我挑唆親情，話血濃於水嘅手足情，點可以話少來往就少來往？仲有人講得難聽，話我肯定係同自己兄弟姊妹反目，先至會講出咁嘅說話。我喺香港呢片地生活咗大半輩子，見過嘅家庭百態真係太多太多。好多人家父母仲健健康康喺度嘅時候，逢年過節一定圍埋一大圍食團年飯，除夕圍爐，初一拜年，清明一齊上山拜山，兄友弟恭，姊妹情深，左鄰右舍都話呢家人福氣好，仔女孝順，手足和睦。但係往往父母一撒手人寰，唔到百日，呢層看似堅固嘅親情就好似沙灘上嘅城堡一樣，潮水一沖就散。我識得一家人住喺觀塘嘅舊屋村，兩老喺度嘅時候，4個仔女每個禮拜都返屋企食飯，湊錢幫兩老換電器，帶兩老去旅行，睇落不知幾溫馨。結果阿爸走咗唔夠半年，阿媽仲喺醫院度養病，4個仔女就已經為咗層公屋嘅承租權鬧到不可開交。大仔話自己係長子的孫，理所當然由佢繼承。細仔話自己一直同父母住，照顧最多，應該俾佢。兩個女就話男女平等都有份，要唔就賣咗分錢。本來好好嘅4兄妹，為咗層幾十尺嘅公屋，互相罵，互相揭短，話對方唔孝順，話對方攞咗父母嘅私己錢，甚至鬧到屋村辦事處，最後對簿公堂。阿媽走咗之後，4兄妹就再也冇往來過。清明拜山都係各自去各自嘅，行到撞見都當睇唔到，如同陌路。你話呢啲係佢哋天生冷血？唔係嘅。細個嗰陣，大佬打工供細佬讀書，家姐湊細妹長大，一齊捱過最窮嘅日子，嗰陣時嘅感情係真嘅。但係父母一走，所有嘅矛盾就全部爆發出嚟。以前嘅情分喺現實利益面前就好似薄冰一樣，一踩就碎。好多人都唔明白點解以前咁好嘅兄弟姊妹，父母一走就變咗樣。其實唔係人情薄，而係你由始至終都冇睇透呢段關係嘅本質。父母究竟係乜嘢？對於兄弟姊妹嚟講，父母就係一棵樹嘅根，我哋呢啲仔女就係從呢條根上面生出嚟嘅樹枝，根喺度，所有樹枝都靠呢條根吸收養分，自然就會聚埋一齊，枝繁葉茂，成一個整體。根一旦枯咗，冇咗養分嘅來源，樹枝自然就會各自生長，往唔同嘅方向伸展，慢慢就越嚟越遠，甚至互相遮擋陽光，產生矛盾。呢個唔係人心變咗，而係天道規律，萬事萬物都係咁。父母喺度嘅時候，唔單止係提供物質嘅養分，更加係一個家庭嘅定海神針，係所有矛盾嘅緩衝帶同裁判。細個嗰陣，兩兄弟嗌交打架，阿爸一出聲，大家都要收聲。姊妹之間鬧別扭，阿媽哄兩句，轉頭就有一齊玩。長大之後，邊個屋企有困難，父母出嚟講句公道話，大家都要俾面，能幫就幫。有利益爭執，父母拍板話點分，就算唔服氣都唔好意思駁嘴。呢個時候，兄弟姊妹之間嘅關係係靠父母呢個強大嘅能量場牢牢擔黏埋一齊，大家都有同一個中心，同一個歸處，就算有摩擦都有父母喺中間調和，唔會鬧得太僵。但係父母一走，呢個中心就冇咗，呢個定海神針就倒咗，兄弟姊妹之間突然就冇咗一個公認嘅裁判，亦都冇咗一個必須翻去嘅家。以前大家返屋企係返父母嘅屋企，名正言順。父母走咗之後，間屋就算留咗落嚟，都係某一個兄弟姊妹嘅屋企。你再過去就唔係返屋企，而係做客。做客就要有做客嘅分寸，唔可以好似以前咁隨意。呢個身份嘅轉變，好多人一世都睇唔透，總覺得仲係以前嘅屋企，仲係以前嘅兄弟姊妹，想點就點，想點麻煩人就點麻煩人，最後搞到大家都唔開心，情分越嚟越淡。仲有一樣嘢，好多人都冇意識到，父母走咗之後，你嘅身份早就唔同咗。
父母喺度嘅時候，你幾大都好，係佢哋眼中嘅細路。你可以撒嬌，可以任性，可以攞着數，做錯事都有父母住，你擔住。但係父母一走，你就再也冇得做細路嘅資格了。你自己就變成咗屋企嘅根，變成咗人哋嘅丈夫、妻子，變成咗仔女嘅老豆、阿媽。你嘅重心、你嘅責任、你嘅氣場，全部都要轉去自己嘅小家度。呢個時候，兄弟姊妹之間最強大嘅緣分，紐帶父母已經消失咗，剩低嘅係一種各自獨立嘅平衡關係。呢種關係其實好脆弱，稍為碰一碰利益，稍為越一越界限就好容易碎。點解會咁脆弱？講到底都係逃唔開人性4個字。今日我就同你拆得明明白白，等你睇透背後嘅真相，以後就唔會再為呢啲事委屈，唔會再為呢啲事想唔通。首先第一樣，錢財係人性嘅照妖鏡，係所有矛盾嘅導火索。呢一點喺香港呢個咁現實嘅社會尤其明顯。父母喺度嘅時候，錢嘅問題有父母頂住，使費父母出，家用父母擔，大家都唔會將錢擺到台面上講。就算有啲唔平衡，都睇在父母嘅面，唔會計較太多。但係父母一走，第一關就係分遺產，呢關一過，好多情分就已經死咗大半。你唔好以為爭遺產都係爭幾百萬、幾千萬嘅大屋，好多時候爭嘅就係一層幾十萬嘅居屋，20-20萬嘅存款，幾兩金飾，甚至父母留低嘅幾隻名牌手錶，一筆白金。我聽過最誇張嘅一個個案，兩兄弟為咗父母留低嘅3萬幾蚊搏金，鬧到去小額錢債審裁處。大佬話自己辦喪事出嘅錢多，罰金應該歸佢。細佬話自己之前俾父母嘅家用多，呢筆錢應該佢分多啲。就為咗3萬蚊，兩兄弟當眾罵到狗血淋頭，互相數對方嘅不是，把幾十年嘅舊賬都翻晒出嚟。最後法官判咗一人一半，但兩兄弟就從此絕交，20年都冇講過說話。你話3萬蚊多嘛？對於好多人嚟講可能唔算多，但係人心就係咁，唔怕分得少，就怕分得唔均。孔子早就講過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呢句話放喺兄弟姊妹身上最貼切不過。呢個世界上面有絕對嘅公平，每一個人心裏嘅天平永遠都係歪向自己嘅。你覺得自己照顧父母最多，日日去屋企煲湯煮飯，帶佢哋去睇醫生，付出嘅時間同精力最多，理應分多啲。佢覺得自己細個嗰陣最捱苦，早早就輟學做工，幫補家計，供你讀書。父母最虧欠佢，應該補返俾佢。仲有人覺得自己經濟條件差，兄弟姊妹有錢就應該讓多啲俾自己，唔係就係為富不仁。人人都覺得自己付出多，人人都覺得自己應得嘅更多。冇咗父母做最高裁判，邊個都唔服邊個，爭到天荒地老都爭唔出一個結果。最後咪就係撕破面皮，對簿公堂，老死不相往來。就算遺產呢關平平穩穩過咗，仲有第二關，就係借錢呢一關，更加考驗人性。好多兄弟姊妹嘅情分就栽喺呢度。你過得好，見到錢，住大屋，開好車，兄弟姊妹就會過來找你幫手。今日話要做生意周轉，借10萬8萬；明日話仔女要讀書交學費，借3萬2萬；後日又話屋企裝修，借幾萬蚊。第一次你借咗佢會多謝你，念住手足情分；第二次你借咗佢就開始覺得理所當然，覺得你有錢幫下細佬妹係應該嘅。借得多咗，佢仲會覺得你俾少咗，覺得你咁有錢先借咁少，分明就係唔想幫，係睇唔起佢。有朝一日你唔想借咗，或者你自己都有困難借唔出，佢就會到處唱衰你，話你發達咗就唔認窮親戚，話你冷血無情，話你冇兄弟姊妹情分。之前你幫過佢100次，佢都唔會記得，就因為呢一次冇幫，佢就會記你一世，把你當成仇人。呢啲就係人性，你幫佢10次都唔及1次唔幫嘅印象深。反過來，如果你過得唔好，落難咗去找兄弟姊妹借錢，一樣係咁。第一次人家念住手足情，客客氣氣俾錢你應急，叫你慢慢還，唔好急。第二次人家面色就已經唔好睇，開始推搪，話自己屋企都有困難，
房貸車貸要供，仔女要讀書，冇多餘嘅錢。第三次可能人家連門都唔開俾你，電話都唔接你嘅，你可能覺得委屈，覺得兄弟姊妹點解咁無情，血濃於水，點會見死不救？但你換個角度諗下，人家都有自己嘅小家，都有自己嘅老婆仔女要養，人家嘅錢都係辛辛苦苦翻嚟嘅，唔係大風吹嚟嘅。幫你係情分，唔幫你係本分，次次都來找，人家就會覺得你係累贅，係無底洞，避之則吉。我唔係話兄弟姊妹之間唔應該互相幫忙，而係你要分清楚乜嘢係急，乜嘢係窮。突發嘅意外、重病呢啲人命關天嘅事係急，一定要幫，但係因為懶惰，因為好高騖遠，因為自己唔生性導致嘅窮就唔好幫，幫得多咗只會害咗佢，亦都害咗你自己。老話講救急不救窮，呢句話傳咗幾千年，唔係冇道理嘅。人性就係趨利避害，就係先顧好自己，再顧別人。呢啲唔係壞，而係常理，係每一個人都會有嘅私心。你一定要明白呢個道理，唔好去考驗人性，因為人性根本就經唔起考驗。尤其係喺錢面前，講完錢財就到第二樣，姻親係關係嘅分界線。枕邊風嘅威力，你永遠都想象唔到。我成日都講，結婚唔係兩個人嘅事，而係兩個家庭嘅事。父母走咗之後，呢一點會更加明顯。你阿哥永遠都係你阿哥，你同佢有血緣關係，一齊長大，有幾十年嘅感情。但你阿嫂唔係你家姐，亦都唔係你妹。佢同你冇任何血緣關係，佢之所以會同你有交集，完全係因為你阿哥。同樣，你家姐永遠都係你家姐，但係你姐夫唔係你大佬，亦都唔係你細佬。你細佬係你親細佬，但係你新抱唔係你妹，佢哋都係外人。你唔好唔中意聽外人呢兩個字，呢個唔係貶義，而係定位，係事實。佢哋冇同你一齊長大，冇同你共過患難，冇同你捱過苦日子。佢哋對你嘅感情全部都建立喺你兄弟姊妹嘅身上，對你好係睇住你兄弟姊妹嘅面係情分，對你唔好都好正常，係本分。你試諗下，如果你成日走去阿哥屋企，一住就3、5、7日，食住都喺度，又唔幫手做家務，又唔俾家用，你阿嫂會點諗？佢第一反應肯定就係呢個人又過嚟着數，又過嚟添麻煩。我自己屋企都有細路要湊，有家務要做，仲要招呼你，煮俾你食，收拾俾你住，憑乜嘢？我自己嘅細路都未錫夠，仲要侍候你一個大人？呢啲諗法好正常。換轉係你都會唔開心。但係佢又唔好意思直接同你講，畢竟係老公嘅細佬妹，講得太直接會傷夫妻感情，亦都會俾人話唔識大體。咁佢就唯有日日喺你阿哥耳邊講，話你成日過來撐食撐住，話你唔識做，話你顧住娘家唔顧自己小家。講一次兩次，你阿哥可能仲會幫你說話，話手足情深，幫下係應該嘅。但係講得多咗，日日喺耳邊吹風，就算你阿哥同你感情幾好，心裏都會慢慢有刺，慢慢變味。久而久之，你阿哥為咗自己屋企嘅和睦，為咗夫妻感情，就只可以慢慢疏遠你。你仲要喺度喊，話阿哥娶咗老婆就唔認細佬妹，話佢怕老婆冇良心。但係其實唔係佢冇良心，而係你冇分寸，你唔明白結咗婚之後，人家嘅小家先係第一位，兄弟姊妹早就已經退到第二位了。你成日去打擾人家嘅小家，影響人哋嘅夫妻感情，最後疏遠你係必然嘅事。反過來都一樣，大姑仔小姑仔成日返外家，指手畫腳，管呢管嗰，話新抱唔識湊仔，唔識做家務，唔識伺候老公，弟婦肯定唔高興。呢間屋係佢同老公嘅屋企，佢先係呢間屋嘅女主人。你一個嫁出去嘅女，憑乜嘢返嚟指手畫腳？父母喺度嘅時候，你返嚟係返自己屋企，父母都唔會講乜。但係父母走咗之後，呢間屋係細佬同弟婦嘅屋企，你再返去就係客人，客人就要有客人嘅本分，唔好反客為主。矛盾就係咁樣產生嘅。最後夾在中間嘅兄弟姊妹，左右做人難，兩邊都唔討好，
感情自然就越嚟越淡。所以話父母走咗之後，你去兄弟姊妹屋企，唔係去見你兄弟姊妹一個人，而係去打擾人哋成個家庭。識趣嘅人就會少上門，少麻煩人哋，保持適當嘅距離，大家見面客客氣氣，禮尚往來，情分反而能夠長久。日日黏埋一齊，睇似親密，其實摩擦多咗，矛盾多咗，反而死得快。第三樣，舊賬係情分嘅腐蝕劑，一翻就爛。每一個家庭多多少少都會有啲舊賬壓喺心底，平時唔會講出嚟。細個嗰陣，阿媽偏疼細仔，好食嘅好着嘅都留俾細仔，大嘅就要養住細嘅。讀書嘅時候，父母供大哥讀大學，細妹早早就出嚟做工幫補家計。長大之後，父母幫細仔湊錢買樓娶老婆，大女出嫁就冇陪嫁幾多。父母生病嗰陣，大仔日日喺醫院侍候，其他仔女就來得少。呢啲大大小小嘅事，點點滴滴嘅委屈，就好似灰塵一樣，日積月累，壓喺每一個人嘅心裏。父母喺度嘅時候，冇人會翻舊賬。一來有父母喺度，大家都唔好意思將呢啲事擺上台面，顯得自己小氣。二來父母就係屋企嘅法官，就算有啲唔公平，父母都有佢哋嘅難處，笑一笑鬧兩句就過去了，冇人會真嘅計較。但係父母一走，呢個法官就冇咗呢層遮羞布，就扯咗落嚟，壓咗幾十年嘅舊賬就會全部翻晒出嚟。一有矛盾就將陳年舊事搬出來講。阿媽細個最錫你，好嘢全部留俾你，我就執你嘅舊衫着。依家你發達咗，唔應該幫下我。阿爸當年將積蓄都俾你去做生意，我哋乜都冇，呢筆遺產我分多啲好應該。當年媽臥病在床，係我日日喺度侍候端屎端尿，你哋幾個返都唔返嚟，依家爭遺產，你哋仲有面？呢啲說話一講出口，全部都係怨氣，全部都係負面情緒。你記得你嘅付出，佢記得佢嘅犧牲。每一個人都選擇性淡，記住自己嘅委屈同不容易，自動忽略咗人哋嘅好同付出。呢啲積累咗幾十年嘅怨氣，冇咗父母呢條根嚟化解，冇咗父母喺中間調和，就會慢慢發酵，慢慢變質，最後變成毒藥，將你哋之間最後一點情分都毒死。我見過好多兄弟姊妹反目，都唔係因為什麼天大嘅仇，亦都唔係爭幾大嘅遺產，就係因為翻舊賬，你翻我一筆，我翻你一筆，越翻越生氣，越翻越覺得自己委屈，最後講出好多傷人嘅說話，撕破面皮，從此就唔往來。你話呢啲舊賬邊個對邊個錯，其實冇人講得清。一家人過日子，邊有絕對嘅公平？總有人付出多啲，有人得到多啲，呢啲都係好正常嘅事。父母喺度嘅時候，呢啲都係家事，關起門來就可以解決。父母走咗之後，呢啲就變成咗引爆矛盾嘅火藥，一碰就炸。所以話父母走咗之後，少來往，其實就係少咗翻舊賬嘅機會。大家見面就講下開心嘅事，講下以前細個嘅趣事，講下大家最近嘅生活，唔提利益，唔提過去嘅委屈，唔翻舊賬，反而能夠保住嗰份薪水嘅情分。日日見面，次次都講起以前嘅事，講下講下就翻起舊賬，最後不歡而散，又何必呢？第四樣，圈層分化，圈子唔同咗就唔好強融。父母走咗之後，兄弟姊妹各自發展，各自生活，一晃就幾十年。呢幾十年入面，每一個人行嘅路都唔同，遇到嘅人都唔同，經歷嘅事都唔同，人生軌跡自然就越差越遠。有人做生意發咗大財，住半山豪宅，開名車，出入都係上流社會，講嘅都係投資生意、環球旅行。有人打份安穩嘅工，住公屋居屋，夠食夠住就知足。平時得閒就去茶餐廳嘆奶茶，去公園下棋，講嘅都係街坊鄰里嘅是非、家長里短。有人做咗高官或者專業人士，社會地位高，見嘅都係有頭有面嘅人。有人留喺鄉下耕田種地或者做地盤工，日日同泥水打交道，幾十年落嚟，大家嘅社會地位、經濟條件、教育背景、認知水平
睇問題嘅格局已經差天共地，根本就唔係同一個圈子嘅人啊！易經入面早就講過，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，呢個係天道，係規律，唔係邊個睇唔起邊個，亦都唔係邊個變咗心，而係大家嘅生活本來就已經唔一樣了。你試諗下，你喺中環做高管，年薪幾百萬，見嘅都係商界精英，平時傾嘅都係商業佈局、資產配置。你返鄉下見你細佬，佢日日喺地盤做工，收工就同工友去飲啤酒，講嘅都係邊個工頭好唔好，今日做咗幾多工，村裏邊邊個屋企辦喜事。你同佢講你嘅事業，佢聽唔明，仲覺得你喺度晒命裝腔作勢。佢同你講佢嘅煩惱，你插不上嘴，仲覺得佢見識少、眼界窄。點解唔諗下轉工，唔諗下進步？兩個人坐埋一齊，除咗回憶下以前細個嘅事，講下爸媽以前嘅事，根本就冇共同話題。回憶係有限嘅，講完咗就淨係尷尬，坐立不安，巴不得快啲走。仲有一樣嘢就係攀比，親戚之間最忌就係比較。你過得好，開好車返去，穿得光鮮亮麗，你以為係榮歸故里，係俾屋企人場面，係想幫下屋企人，但係喺兄弟姊妹眼入面未必係咁。佢哋可能會覺得你喺度炫耀，喺度睇唔起佢哋，心裏邊唔平衡，妒忌你，背後講你壞話。你過得唔好，窮都返去，想尋求下溫暖，想大家幫下手。但係喺人哋眼入面，你就係累贅，係麻煩，人家睇唔起你，避之則吉，怕你黏住佢哋，怕你問佢哋借錢，呢啲都係人性，好現實，但冇辦法。所以話圈子唔同咗，就唔好硬湊埋一齊，硬湊嘅話，大家都難受。你覺得佢哋唔理解你，佢哋覺得你變咗，反而容易產生矛盾，破壞以前嘅美好回憶。不如保持距離，遠遠淡祝福對方。各自過好自己嘅日子，你唔打擾我，我唔麻煩你。見面嘅時候客客氣氣，問聲好，飲杯茶，反而能夠保住以前嘅情分。講到呢度，肯定有人會問，照你咁講，父母走咗之後，兄弟姊妹就唔使往來啦，就六親不認啦？梗係唔係，我從來都冇叫大家斷絕關係，亦都冇叫大家六親不認。老祖宗講嘅少來往，唔係唔來往，而係唔好過度來往，唔好冇界限咁來往，要守住分寸，保持距離。中國人最厲害嘅智慧就係中庸之道，就係個道字，過猶不及。太少唔好，太多亦都唔好。兄弟姊妹之間嘅關係都係一樣，完全唔往來，太絕情，亦都辜負咗細個嗰陣嘅手足情。太過親密，日日黏埋一齊，冇界限，最後又容易鬧矛盾，反目成仇。最好嘅狀態就係親而有間，疏而不遠，心裏面有呢份情，有事嘅時候會出手，平時就各自安好，唔好過多打擾。紅白喜事、人生大事一定要到，比如兄弟姊妹嘅仔女結婚，一定要去飲杯新抱茶，送份禮。比如屋企有人重病住院，一定要去探下，盡下心意。比如有什麼天災人禍，一定要第一時間問候下，能幫就幫。呢啲大是大非嘅事，一定要做到位，唔好失禮，亦都唔好寒咗人哋嘅心。但係平時就唔好動不動就跑過去人哋屋企，唔好動不動就麻煩人哋。好多人都覺得兄弟姊妹就要常來常往，日日見面先算感情好。其實唔係嘅，你動不動就跑去人哋屋企，一住就3、5、7日，你帶住嘅唔係親情，而係麻煩。人家要收拾房間俾你住，要煮好有招呼你，要放下自己嘅事陪你，費時費力又費錢。一次兩次，人家總會歡迎，覺得親戚嚟做客好開心好熱鬧。但係次數多咗，人家肯定會煩，肯定會有意見，只不過礙於情面，唔好意思講出口啫。但係不滿嘅情緒會越積越多，遲早都會爆發，最後反而傷咗感情。一個成熟嘅人最基本嘅修養就係唔好隨便俾人添麻煩，尤其係兄弟姊妹之間，大家都有自己嘅小家，都有自己嘅生活。你成日去打擾，只會打亂人哋嘅生活節奏，影響人哋嘅家庭和睦。
真正嘅親情唔係天天匿埋一齊食飲、吹水聊天，而係心裏有對方，有事嘅時候能第一時間出手，冇事嘅時候各自安好，互不打擾。你睇下，好多真正有智慧嘅家庭，兄弟姊妹之間一年就見幾次面，過年聚一次，大家食餐團年飯，清明拜山聚一次，一齊拜下父母，有紅白喜事再聚一次，平時就微信問候下，得閒又傾兩句，冇事就唔會隨便打擾。